基努球星奥斯尔在社交媒体发文，声援被中共迫害的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更以东突厥斯坦的字眼和张贴象征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旗帜，言论相当敏感。土耳其裔的德国足球运动员奥斯尔在推特以土耳其文专文，内容大致描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批评穆斯林国家对此保持中立。东突厥斯坦社群，这是我们流血的伤口，所有抵抗迫害的圣战者，那些奋斗的光荣信徒被迫背离伊斯兰教，古兰经被烧毁，清真寺被关闭，伊斯兰学校被禁止，宗教学者被一一杀死，我们的兄弟被迫进教育营，穆斯林家庭被迫分离，血统被中国人清洗。尽管如此，穆斯林却保持沉默，他们的声音迟迟未到。阿里说的真漂亮，他说，如果你不能停止不公义，就一定把它公诸于世吧。即使在西方媒体和国家中，这些迫害已被提上议程几个月。穆斯林国家及媒体在哪里？他们难道不知道迫害在哪里？中立是耻辱。几年后，穆斯林兄弟会保持沉默，他们会忘记这些痛苦日子的酷刑。主呀，东突厥斯坦的兄弟姐妹们，请你们来救救这些被迫害的穆斯林同胞。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麦尔丹已在中国的监狱中关押了3年。麦尔丹在2016年被中国当局带到集中营，因为他10年前曾去过吉尔吉斯斯坦。根据其哥哥分享的信息，麦尔丹于2019年12月28日再次被捕，家人不知道他的下落。当时他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他的哥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麦尔丹的照片，他表示，这幅照片他刚被释放的时候拍的。他质问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薛克莱迪扎克尔说，你不是说集中营的学生已经从所谓的集中营毕业了吗？你说的那些快乐的生活的人在哪里？我的弟弟在哪里？他到底犯了什么罪？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13日推文说，美国与中国已达成第1阶段贸易协议，原定本月15日对进口中国商品再次加征关税暂停，同时双方将立即展开第2阶段协议谈判。特朗普在推文中说，由于达成协议，原定12月15日开征的惩罚性关税不会实施，双方将立即展开第2阶段协议的谈判，而不会坐待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记者会宣布中方关于中美经贸第1阶段协议的声明说，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已就中美第1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中国政府在试图改变人权的定义，日前在北京召开了南南人权论坛，邀请了叙利亚、朝鲜、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代表出席。据官方媒体报道说，与会者批评西方国家片面强调公民与政治权利，而忽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会者普遍称赞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提供了可行的中国方案。中国正在试图重新定义人权，把安全和经济发展权置于公民和政治权利之上。国际社会批评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地区大规模拘押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在大选成功后发表声明说，苏格兰应再次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在周4举行的议会大选中，亲英国脱欧的亲民族主义保守派中赢得了必要的多数票。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周5早间表示，应该允许苏格兰举行第2次独立公投。在2014年独立公投中，55.3%的苏格兰人民选择成为英国的一部分，而独立的占44.7%。